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10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7篇，列王记下卷第17章第7节到20节，约翰福音第6章25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命之粮。在圣餐的时候，牧师们都会引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提到圣餐的概念。圣经记载保罗的话说：我所传授给你们的，是我从主所领受的。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，感谢上帝，擘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牺牲的，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吃过之后，他照样拿起杯，说：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次喝的时候，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。这样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，你们是在宣告主的死，直到主再来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6节的经文。英文在 NIV 的翻译是这样写道： This is my body, which is for you. Do this in remembrance me. 这样子的一个原文的说法，其实在当时候是有被严重的误解。因为不明白圣餐意义的人，他们在外头听到的就说：哎呦，这些人在吃人肉啦，喝人血啊。基督教会曾经也被当成是很奇异的怪宗教团体。信仰其实是重视内涵的，但是有人却看重并且只追求外表，这样子是非常容易被外表来错误引导，就如同初代教会当中那一些非基督徒他们在外面听到的反应一样。我们回到以色列人，虽然他们蒙上帝的呼召成为选民，但是他们却经常的违背上帝，去拜偶像。因为他们经常只看外表，学习外邦偶像崇拜者一样，只看到他们所看得见的，因此就容易走岔。列王记下卷17章第7节到20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撒玛利亚陷落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，他们的上帝。上主曾救他们脱离埃及王，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却去拜别的神明，仿效当地的居民风俗，就是那些上主在他们的子民面前赶走的外族人，又接受了以色列诸王带进的习俗。以色列人暗中做了上主他们上帝不准他们做的事。他们在所有的城镇，从小村到大城，造山丘上的神庙，又在所有的山丘上，在每一棵树荫下竖起石柱和亚瑟拉女神的柱像。他们仿效那一些上主赶走的外族人，在神庙里烧香。他们以邪恶的行为惹上帝发怒，去拜上主不准他们拜的偶像。上主曾经差遣他的先知先见
去警告以色列和犹大说，要离弃你们的恶行，遵守我的诫命，就是我给你们祖先的法律和我借我仆人先知们传给你们的律法。但他们不肯听从，他们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的顽固，不信靠上主他们的上帝。他们拒绝上主的教训，不守他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，不理他的劝诫。他们去拜虚无的偶像，自己也变成了虚妄。他们随从邻国的风俗，不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去仿效异族人。他们离弃上主他们上帝所有的法律，铸造了2头金牛来拜，又造了亚舍拉女神的柱像。他们拜星辰，侍奉巴力。他们把自己的子女献给异教神明，又像通灵的和算命的问卜。他们出卖自己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但是上主向以色列人发烈怒，从自己面前把他们赶走，只剩下犹大国。但是犹大人民却不遵守上主他们上帝的法律，他们仿效以色列人民所接受的风俗，因此上主弃绝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惩罚他们，把他们交在残忍的仇敌手中，最后从自己的面前把他们驱逐出去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只看重那吃的、喝的，或是只看到红海的困境、追兵的兵凶战危的危机、有苦难言的马拉犬，他们就责怪摩西，埋怨上帝，诸不如上帝才是那赏赐生命永活的活泉，是不再饥渴的生命之粮。同样的问题不但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，也发生在新约福音书当中的犹太人们。约翰福音6章25节到27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：他们在湖的对岸找到了耶稣，问他：老师，你几时要到这里来？耶稣回答：老实说，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，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。不要为那会腐坏的食物来操劳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。这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父上帝已经在人子身上盖了印记。因为那些人不明白所追求的，耶稣基督说，他们只想追求那看得见的、吃得饱的食物，而不是为了那看不见的圣灵而来。他们只追求肉体所看得见的、吃得饱的食物，不是追求属灵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，他们就问我们该做什么事情，做上帝的工作。耶稣就回答，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，就是上帝要你们做的工作。那么他们又说，那么你会行什么神迹呢？好，让我们看了就信你。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拿，正如圣经所记载的，他从天上赐食粮给他们吃。
耶稣说：“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摩西并没有给你们从天上来的食物，从天上来的真实粮是我父亲所赐给你们的。因为上帝所赐的食粮，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，把生命给了世界的那一位。”他们说：“先生，请时常把这食粮赐给我们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食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生命之粮，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牺牲，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粮食后，能够来活出跟他一样的生命，至少要越来越像他，这样我们才配被称为他的门徒基督徒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像他，愿意爱人如他？如果我们仍然说我就是这样子，我改变不了，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继续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更像他。诗篇97篇，上主掌权，大地要欣喜，所有的岛屿欢乐吧。密云幽暗在他的周围，正义公道是他国度的根基。有火在他的前头，焚烧他周围的仇敌。他的闪电照亮了世界，大地看见了便战斗。群山在上主面前，在全地之主面前，都像蜡一样融化了。诸天宣扬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一切拜偶像的人都要受辱，夸耀邪神的人都要蒙羞。万神都要俯伏在上主的面前。上主因为你有公正的审判，西安的人民欣喜，犹大的城邑欢乐。上主你统治普天下，你凌驾万神之上。上主爱那些憎恨邪恶的人，上主保护他忠贞子民的生命，拯救他们脱离邪恶人的手。光照耀义人，喜乐充满心地正直的人。义人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，你们要颂赞他的圣名。我们在饥渴中渴慕主的喂养，盼望主的救恩。感谢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生命之粮食，并且应许我们不会再饥渴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